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我今仔日用讲道的题目是荣耀的上灯。伫咱旧约内底，对伫以色列人来讲，即、个上灯伫耶和华上帝，就是迄个约柜。迄、个约柜讲是讲上帝座位，迄、个讲是上帝神的所在。伫迄内底传说有摩西所刻伊的刻的两块石板所刻10条界的，放伫迄内底。但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，却毋是一个会当互人欢喜起来，因为咱今仔日所读的是当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要相战的时，伫迄个中间心无平安，澹澹。所以伫遐全想着讲，要将上帝约柜甲伊讲出来。上帝约柜若讲出来，伊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咱会当伫即个中间看见着即个约柜，啥物色的？金色的。顶悬有两个亲像天使，还有石仔伫遐嵌掉。但是即个约柜真特别。即个约柜毋是凊彩人会当刻、会当摸、会当看，因这是上帝的荣光，所以伫即个中间，毋是凊彩一个人会当去来服侍。咱今仔日伫即个中间所读到的、所记载的，以色列甲非利士人伫遐相战。事实上，即个相战是非利士人先来拍以色列人，所以以色列人伫迄个中间要来斗，但是因拍袂赢。所以要将即个约柜来扛伊到战场，然后伫即个中间，以利祭司以利的两个囝，何弗尼甲菲尼哈甲约柜也做伙来。即个中间其实真特别，因为何弗尼甲菲尼哈伫咱顶摆讲，即两个囡仔是啥物款的囡仔？歹囡仔，撩妹仔囝。伊拢甲因老爸以利的面子写了了，因为人还搁咧献祭，伊爸就要甲抢去啊，就要食。但是伫即个中间，约柜讲出来，要去到战场相战的时，无拍算即两个人竟然咧对去。毋知你想，因咧想啥？那我的想法是，他们也要沾光，分一杯羹。因为上帝约柜若出来，过去伫历史顶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行旷野入迦南迄款神圣的气力，会当搁一摆展现伫以色列百姓的中间。所以即两个人，我咧想，可能大概去到遐要来看好戏，要来看好戏，讲以色列人要安怎伫迄个中间拍赢非利士人。即个约柜到底有啥物款神秘的力量？但是趣味的是，即个约柜是属灵者，请咱伫4月，咱的石盘团契有转讲会看到遮个图，遮个拢是属灵者所刻的。即个是约柜，但是即个图甲即个图有啥物无共？形状无共对无？其实本来阁有第3张啊。第3张的形伊阁无共，是安那上帝约柜有遮尔侪种啊？约柜有几个？一个，是安那飞出来遮侪种？是安那会遮侪种？其实阁有第3种，我图片有找到，但是袂去即刻去，因为将来毋捌有人看过约柜啊。所以约柜的记载是伫地。圣经内底，只有大祭司会当看见着约柜，一般正常的人拢袂看到约柜，所以咱拢对圣经内底对约柜的描述来画出一个约柜的图。所以你茫相信讲，你看到的约柜就是真正的约柜。然后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，以色列人伊战赢伫啥物所在？有一个地名。战赢伫地，以便以下，
以便以下啥物意思？以便以下，若根据撒母耳记上卷第7章12节，伊遮所讲的是，撒母耳将一块石头踩伫米斯巴甲神的中间，将石头起名叫做以便以下。以便以下所代表的是迄个石头，伊所代表的嘛是迄个所在，伊的意思是到担耶和华拢帮助咱。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将军队扎营伫以便以下的时，我想嘛有真大的一部分是过去上帝你安怎帮助阮，今仔日阮嘛要伫你过去帮助阮的所在，阮纪念你的困难，所以互阮伫即个所在甲非利士人相战会当战赢。我想以色列百姓已经用尽所有的办法，扎营伫以便以下，将上帝约柜搬出来，为着要伫迄个中间会当战赢非利士人。因所做的敢有效？有啊，因为非利士人听到因的约柜搬落来时，以色列百姓伫遐大声喊话，非利士人就惊吓。因讲：阮有知会啊。因为今仔日发生的代志，过去毋捌发生。因为今仔日上帝约柜已经来到伫阮的中间，伫过去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、行旷野、入迦南的迄个上帝，今仔日伫阮的面前，阮有知的啊。所以非利士人甲伊家己讲啥物话？伊讲爱做大丈夫。若是迄落国语的圣经，伊讲要刚强。免得做了希伯来人的奴隶。伊讲要刚强，你要勇敢，你得爱好好去战。你若战输，你得爱诚做以色列百姓的奴隶。然后咱汉语本也是讲咱白话字的圣经，伊讲啥物？伊讲爱做大丈夫。今仔日你爱好打，做大丈夫出去相战，拼死嘛爱拼，因为拼有过，咱会活。拼无过，咱拢爱做奴隶。即个上帝太厉害，伊过去小战毋捌输过。非利士人伫即个中间非常清楚，当以色列百姓将约柜搬出来时，因所要拄着的迄款上帝的能力甲困难有安尼咧大。非利士人伫迄个中间非常惊吓，所以因只好拼死嘛爱战。但是结果是啥物？结果是以色列百姓战输。圣经所记载，以色列人败，各向各家奔逃，拢总走转去家己的厝。因的步兵死3万，所以伫即个中间无拍算。既然约柜搬出来，扎营伫以便以下，以色列百姓既然要去战输，我想这是因绝对想袂到的。战输就算，今仔日含约柜就去互人抢去，然后即两个毋正囝何维尼甲维尼哈，全伫迄个所在去互杀死。我想以利伫厝伫殿中，伊是按照着圣经的记载，伊讲伊心挂伫迄个约柜的顶悬。伊即毋是惊讲以色列百姓到底战赢战输，伊惊吓的是上帝约柜毋知安怎。结果真正互伊的烦恼诚侪真诶，约柜去互人抢去，抢去了，伊全伫遐活咧，全翘去，应验着上帝通过撒母耳讲伫以利因家族顶悬诶，因诶家族无老人，所以查某人拢死，我新妇生囝诶新妇也死。亲爱兄弟，我想伫即个中间是安怎以色列百姓伊会战败？约柜敢是搬出来啊吗？亲爱兄弟，咱今仔日教会伫遮是安怎会遮尔辛苦？是毋是价敢是已经拆起来啊吗？咱毋是已经奉主的名咧自执啊吗？是安怎看见着伫北美的中间，教会一间一间在衰败？若是欧洲的，搁较严重。礼拜堂变做是古迹，
拜堂变做是咖啡厅，礼拜堂变做是一个真好真水，会当互人参观观光的景点。但是独独欠缺的是，伫内底听上帝三甲主旨敬拜上帝的人。今仔日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敢毋是已经将上帝约柜请出来啊？约柜敢毋是荣耀的上顶吗？约柜敢毋是咱信仰的中心？讲上帝啊，有你，我就啥物拢毋惊。我细汉唱一条歌，叫做《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》。但是是安怎我今仔日定定拄着风浪？上帝啊，这条歌到底唱了对毋对？是安怎我拄着的风影比以前更较大？敢毋是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？今仔日咱的信仰，毋是讲有上帝伫地，约柜伫地，应该着来证明。今仔日伫基督教的年历内底，是纪念耶稣骑驴入城。我想伫即个节日的中间，咱已经经过真济。咱中间有20年的基督徒，甚至有30年的基督徒，甚至出世就受洗礼，成做基督徒。你一定对中秋主日无生分。咱所知影，耶稣骑驴入城，第一个无共的是啥物？伊骑的是驴仔，毋是战马，所以伊要来就是要烧祭。然后当伊入城的时，真侪人伫遐咧喊和散那，和散那，大笔的子孙，啥物意思？意思就是耶稣啊，你甲我共款，拢共血统的啦，咱拢有共一个祖先大笔啦，所以你来做王拄啊好啦。名正言顺，耶稣啊，你若入城来做王，一定稳妥当，因为啊，你会当平静风涌。你讲风停，风就停。你有迄款的官兵，会当医治任何一个人，破病、痴迷的、变衰的、摆卡的、学人已经死3日的，你拢会当叫伊做王。主啊，你若入城来做王，绝对无问题，因为含撒旦拢惊你。主啊，你一个赶鬼5000只的猪仔，全甲魔鬼撒旦做伙落海。主啊，你若来做王，绝对无问题，因为我只要互你5块饼2尾鱼，你至少会当互5000个人食饱。你有大权力，你来做阮的王，然后你只要发，我就伫后壁对你冲。主啊，你只要愿意，你讲一声，互我，也是阮小弟一个伫你的正面，伫你的一个伫你的倒面。当耶稣要入城的时，所有人的计划拢计划好啊，独独敢若欠一项，毋知影讲耶稣入城。毋是要做人看会到的王，耶稣入城是要定心掌管人的心，来敬畏伊、认捌伊。是安怎以色列百姓讲出上帝约柜，犹阁会伫迄个中间祭拜。是安怎约柜照权能，伫过去出埃及行旷野。入迦南迄款神圣的气力，今仔日刷落去，咱追求的到底是啥？当耶稣要入城的时，人伫遐咧期待，耶稣会当来建立一个新的政权，来彰显上帝的荣耀。有通无？有呢，看到袂歹呢。上帝啊，你找起耶稣来做王。然后，阮尊你最大，但是真可惜，遮个人的心无伫耶稣的身上。遮个人的心是爱耶稣，照着正人的心意来做人所爱耶稣做的迄个王。
水无？真水吼，数字嘛袂歹。听讲拜六真侪人有入去内底参观哦，真水哦。但是我较欣赏的是过来即几样。即个窗仔看出去有够水，上帝所创造的山甲水有够水，然后即个窗仔嘛真水，光线真好。互我心内一个上界欢喜的是，伫即间厝起好进前，迄个旧厝要拆掉的时，我嘛有翕到一张相。这是进前的，这是现在的，对一个较水，拢水，拢足水，真正拢足水。佮看到因两位在笑，佮愈水。我想，这互人看到真新鲜、真水，然后真好的厝。但是要提醒咱一句，过去咱所读的有一句话讲：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我写这形象对呀吼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事事陋室，惟吾德馨。什么意思？重点毋是山偌悬，内底大的迄个新鲜才重要。水不在偌深，内底大的迄条灵才是重点。所以虽然即间厝破破，但是内底大的迄个人有一个好的品行，就互伊成做一个真水的所在。今仔日我嘛要讲，礼拜堂外大经是一回事，内底聚会人有听上帝，有听人，才是重点。今仔日无论你住外大经的厝，真好，互人欣赏。但是请咱毋通忘记内底大的迄个人，才是上重要。今仔日伫咱生活顶悬，咱有真侪时拢将咱的方向重点三丢去。以色列百姓想讲，我要甲非利士人相战，所以上帝约规若伫即个中间出现，我就一定赢。总是却袂记伫迄个中间，敬畏耶和华才是重点的开始。今仔日伫非尼哈，伫因两个兄弟仔的身上，因看袂起，无尊重祭祀，无尊重约规，总是伫小战想要得到荣耀的时，即两个人就对去。亲爱的兄弟，真侪时咱共款嘛做即款的代志。咱看外表比内底搁较重要，因为外表看会到。但是咱煞袂去看到咱心内到底对咱的上帝、对咱所要军队的主耶稣，到底有偌济愿意服侍的心伫内底。基督徒信仰有三个赞处，第一个赞处受洗、自会、奉献。我想真侪人拢做会到。假使你已经受洗，那安尼我确定，你伫未来。你已经得到入天堂的门票，但是迄是门票，你有入去无入去，我毋知影。我相信你嘛伫教会中间参加聚会，你伫聚会中间，你也看真济，甚至你阁比别人阁较好，你也愿意伫即个中间来奉献，有的人做了真好，奉献的数字，互人真欣赏。总是亲爱的兄弟，请咱注意，这只不过是做一个基督徒信仰内底一个上界家的赞处。你呾开始要行你信仰的路程，因为第二个，你爱参与服侍。
伫服侍中间，请咱爱注意，是服侍人还是服侍上帝，咱爱搞清楚。真侪时咱来伫即个中间，咱是要服侍迄个人，因为咱因为迄个人来，咱因为迄个人离开，因为咱因为迄个人甲我招呼，所以我真欢喜。然后迄个人无要甲我讲话啊，我心就艰苦。但是请咱会记住，真正伫咱的信仰内底，咱所服侍的是上帝，毋是服侍人。假使你伫即个中间，你也会当分别清楚，来到教会服侍，甲你去做义工、做志工，有真侪无共款的所在，因为服侍的对象无共款。假使你若会当了解，嘛会当伫即个中间进入另外一个阶段，恭喜，因为你还佫有第三个阶段需要来挑战。基督徒信仰第三个赞助就是生命爱改变。啥物会叫做生命爱改变？就是以前我做袂到的，今仔日因为基督的缘故，我做会到。啥物会叫做生命的改变？就是我过去有的习惯，无论是好习惯，无论是歹习惯，我因为主所收拾我的困难，互我来改变，甚至会当改变一个人日常生活的时间，甚至会当改变一个人的食食的习惯，甚至会当改变一个人伊心内所喜爱的物件，欲甲毋的中间，增加着真侪困难，互伊会当做好的决定。生命的改变，代表你伫即个信仰了后，你成做一个完全无共款的人。所以要传福音，互甚物人上界困难，互家己厝邻的人上界困难。因为当你喙咧讲疼，你的行为无疼的时，你厝邻的人看得上清楚。亲爱兄弟，今仔日咱若要成做一个迎接主耶稣入耶路撒冷城，摕樟树枝伫底悬喊，何塞那，何塞那，大笔的子孙，你是牵得而落的，我想这无困难。但是当咱真正愿意为着耶稣入城要做王，要做我的王，主啊，求你喊话我的名，互我归属伫你的时，我想迄款的过程甲结果完全无共款。弟兄姊妹，咱要搁往另外一个方向来改变。有受洗自悔奉献的，咱要进入服侍上帝的阶段。有服侍上帝的人，爱进入生命改变的阶段。当咱伫即个中间，生命因为主耶稣来改变的时，咱才有法度伫有一日见到上帝的时讲：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伫十字架顶死，我因为你来改变。愿咱樟树主日的开始，少年主耶稣入城，准备要顶十字架的时，咱第一个看见咱的心灵，求主喊话咱的名，咱送来基督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想使阮有机会来到伫你的面前来服侍。主，阮常常用你的约规成做阮的荣耀，阮常常用你的教诲来代替你家己本身。主，求你搁一摆教示阮，互阮伫一个小小的教会内底，有大大服侍的心志，对你领受大大的恩典，来改变阮的生命。阮恳求你，互阮甲你做伙入耶路撒冷城，陪伴阮家己，互阮旧的我会当伫即个中间对你来定心，互阮新的我通伫3日后对你
做伙过活。愿你甲阮三甲徛起，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